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过去4年来，有不少的消防员为着要拍火死伫的火窟，消防人员冲入去火场拍火，都袂输是摕命咧搏。今仔日的真相及现况，咱就来看消防人员面对的困境甲难题。 大火将规栋玻璃球馆吞去，铁锤建筑和火子包围，无情火一直翕烧，大火玻璃球馆未输是杨旗技能高位厝顶开始落落去。现沿着所见测出4个车站。 2015年1月20日，桃园新屋玻璃球馆大火造成6名消防人员殉职，一把火烧出人力物力要管理的问题。 学长他们，我就跟他们走第2路，我就沿着那个地方走回去。我的儿子最勇敢，对你儿子我的儿子最棒。为空中协的画面来看，大火将铁柱烧甲拢落落去。逃过一劫消防人员讲到现场惊险的瞬间，铁蹄过程水大无水，出现消防车动力设计问题。殉职的消防人员毕业年岁敢若24.5岁，嘛显示年资经验无够。 混合编制的方式去编排这个入场的人员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殉职的那一队人里面，他年资很浅的超过了一半。人力不足、装备不良、指挥系统出差错3大问题，造成惨痛的悲剧。有气瓶的都能过来啊！好人在里面，赶快快走！ 这款的厅唔但发生一摆，2018年4月2日，桃园敬平工厂发生大火。这个火为暗时开始烧到过顿工，工厂内面放真侪化学物品，致使现场一流爆炸声。因为有2名员工掉入内底，消防人员冒险进入火场，不过火却伫1分钟内快速炭开，火来了伤紧，消防人员未付铁蹄赔偿6条消防人员的性命。 其实这2场火，我们探讨到最后，说人力、资历，还有包含经验以外，火场的人员控管这件事情，其实做得非常的不落实。消防人员在救人的时，到底应该安怎自保？毕业后到实际出勤，有2个月之前的训练。旁边有落差，旁边有落差，小心！好，同学注意，前方有狭巷。 学伫黑暗真矮空间内面排沉重的装备慢慢白，模拟火场各种突发状况。注意，发现受困者，我们准备救护。火场内面伸手不见五指，要哪找到掉入内底的民众？热显上其是上好的物件，透过温度的差异，为镜头会使找到生还者，连手往回避，伊温度会使清楚照出来。嘛好消防人员会使顺着这线索找到目标。 将近30公斤的装备，一项都袂使欠，为头盔到消防衣，拢是保命技师。这是15秒第一阶段的警报。当然，如果你持续不动，到30秒的时候，它就会一直持续叫。其实烟在国外的研究里面，它是未完全燃烧的燃料。火场里面烟到哪里，火就会烧到哪里。 依照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调查的数字，台湾边的日本消防员服务比是1比900，要过台湾一名消防人员爱服务1800位民众，足足是2倍服务量。另外，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嘛，佫讲，若是一个消防人员做1天休困1天，1个月上班15天，1天台面执勤24小时，每1个月总工时是360点钟，对比一般的公务人员上班176点钟，消防员足足加出184点钟。 实际上，全台湾现在有550几个分队，真正的外勤消防员大概是1万出头。在卡手无够的情形下，致使资历较浅的消防人员必须在第一时间来上线出勤，再加上火灾类型愈来愈多，工厂火警时常有强酸强碱。 防火消防以无多动，暗中避免危机。人命关天，所以讲总是出现伫第一线，将千有人性命看得比家己较重要。置生死于度外，我可是使命感。不过因的性命又搁靠什么来保障呢？这才是政府单位更加应该思考的问题。